转来看国内，伫咧宜兰市有一间中山国小创校已经超过100年。台湾文化协会创办人蒋渭水就是对这毕业的。昨前立法院长尤锡坤就建议讲，应该甲改做渭水国小来甲纪念。总统赖清德嘛答应讲会讨论，不过校友会甲家长会是有无共的见解。 宜兰中山国小有129年的历史，民主先贤蒋渭水等人是校友。前立法院长尤锡坤17日伫司法院建议讲，中山国小应该改名做渭水国小，甲台湾人民的民主基地找到转来。总统赖清德嘛表示赞同。中山国小应该改做这个渭水国小，是安这意思吼。这未来我会请教育部文化部和咱宜兰县政府。 大家共同来讨论。赖清德表示，会请教育部、文化部甲宜兰县府建议中山国小改名，不过后来意见无同，有的人支持改名，有的人却认为凊彩改名会伤害校友对学校的感情。这件事情呢，事之体大，我是觉得说要从长计议。那当然也要尊重我们校友会跟全体师生的这些意见跟看法。 来到中山国小，确实会当看到袂少蒋渭水的介绍。学校讲这是蒋渭水文化基金会补助的，学校嘛甲蒋渭水的人生故事列入去校定课程内底。不过改名的议题要搁爱斟酌研究。我们先与学校这边充分沟通，聆听意见。官府表示，依照法规，学校改名需要先经过校务会议讨论了后，报请官府甲教育部审议。目前改名案要搁爱斟酌研究，会甲学校充分沟通，听各种意见。记者林敬伦，宜兰报道。